另外，还有2个为台湾出境了后确诊患着新冠病毒。越南甲上海各一个。越南这个是一个40多岁男性的移工，伫台湾的期间是伫北部咧工作。8月初7，为台湾坐飞机到越南入境来确诊。另外，上海总有8例境外输入的病例，其中1个是来自台湾。这个患者是中国籍的，到台湾来探亲，14号返去上海，隔离的期间出现着症头，最后确诊。也毋过，这嘛互人真烦恼，敢讲台湾的防疫有漏芳。过下前防护衣的医生，为了处理病床顶的重症病患，本来好适合工程师防疫模范生的越南，即摆疫情拖了真紧。当地媒体20日报道，其中新增加一个案例，是为台湾返去的45岁男性，8月7日为台湾到芽庄金兰机场入境采验检验是阳性。除了这个越南的个案，中国上海卫健委伫今日透早8点外通报一个8月14为台湾探亲完返去上海，隔离期间出现症头，采检了后确诊是患着新型冠状病毒。居家隔离的时候是比较严谨的，不过他居家隔离很快就被确诊，那从潜伏期来算呢，他还是登机以前就被感染。这敢是代表台湾的防疫网已经破空啊？这确实是一个警讯哈，这代表台湾社区内带病毒的人慢慢在增加，使得我们这些人只要一离开台湾到别的国家去需要检验的时候呢，就有一定百分比的人被抓出有病毒。入境要解除隔离之前做一次采检呢，是可以考虑的啦。黄立明讲，这潜在感染者是因为天气较热，暂时无多快速的传播，就惊讲秋冬若来时疫情会发生，时到恐惊会较歹控制。